过来消息来看，小莲沙落大水后，落水溪是涨价真悬，高滩地拢放弃，附近的菜园农田拢淹掉。第四河川分署是表示讲，目前已经提出工程的计划，要来改善咯，年底就会发包。本来过无几工就会当收割的菜园，却互大水冲甲淋落去，变作河道。受到最近连续大水后，造成落水溪溪水涨起来，高滩地也出现大面积的崩烂，将在菜园甲农业设施互大水冲甲无去。你看人像这菜安尼，一只野落尔，迄着叫挂甲规个拢崩了了，啊人这边好采收啊，你看崩甲规个拢装迄条的，无材料。你看人伊迄嘛无材料，唔敢坏啊。 会较差咧，较两三楼深。第一边啊，即马从之前的水灾它一刮就进来啊。当地农民讲，去年7月落水溪高滩地就因为凯比风台造成河道向倒滑倾斜，大面积的崩烂。今年也为做滩地保护，如果拄到溪水涨起来，高滩地国球较水。我们推估流量达到5000 CNS 以上，虽然堤防安全没有问题。 但造成部分高滩地的退缩，主要影响的范围位于西螺大桥下游左岸400公尺的一个高滩地，长度大约有850公尺，面积约有2.2公顷。 苏河分署讲，即马会先用山长地就地取材做滩地保护，另外搁再进行河道整治，让水路行较顺，水流行较正。同时也提列工程计划改善，按算伫今年底发包，利用枯水期时间，让农民伫咧种作的时阵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